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我们今天要拍的企划是圣诞特辑，然后我们今天要玩的是接龙，耶！好，那我是关主，我就来讲这个内容的规则。对，规则就是呢，首先第一个同学讲出一个人事物，对，就是你，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同学就要接下去啊，接下去呢就是要这样，对，好 ，OK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入第一题。那我们进入第一题，第一题的题目是在动物园的动物。对，那我们从侯逸轩同学开始。5、6、7、8，猴子啊猴子，猴子啊猴子，老虎啊老虎，猴子啊猴子，老虎啊老虎，兔子啊兔子，猴子啊猴子，老虎啊老虎，兔子啊兔子，响尾蛇啊响尾蛇。猴子啊猴子，老虎啊老虎，兔子啊兔子，响尾蛇啊响尾蛇，猩猩啊猩猩，猴子啊猴子，兔子啊兔子。抱歉，丑一。好，那华倩记丑一，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。那由华倩开始。那下一题的题目呢？日常中的行为好了。日常中的行为。对，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。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从华倩开始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读书啊读书，读书啊读书，思考啊思考。读书啊读书，思考啊思考，刷牙啊刷牙。读书啊读书，思考啊思考，刷牙啊刷牙，花钱啊花钱。读书啊读书，思考啊思考。拜拜。淘汰了吗？是在做效果吧？那淘汰了一个华倩了，那我们剩3个同学。OK， 那我们等下进入下一题。好，那我们进行第3题。第3题的题目呢，一样是日常，但是呢是在学校的日常。对，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从朱姐开始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写考卷啊写考卷。写考卷啊写考卷，思考啊思考。写考卷啊写考卷，思考啊思考，看书啊看书。写考卷啊写考卷，思考啊思考，看书啊看书。朱姐丑一，我想不到了。丑一，我在想要干嘛？记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进入第4题。OK， 那我们进入下一题。这一题的题目是呢，水生动物。对，水生动物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。好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那从侯逸轩开始。OK， 我在装可爱呀。好呀。好，那就3、2、1，开始。5、6、7、8，章鱼啊章鱼，章鱼呀章鱼，鲨鱼呀鲨鱼。章鱼啊章鱼，鲨鱼啊鲨鱼，螃蟹啊螃蟹。章鱼啊章鱼，鲨鱼啊鲨鱼，螃蟹啊螃蟹，水母啊水母。章鱼呀章鱼，鲨鱼呀鲨鱼，螃蟹。我少吗？没有。没有吧？自爆丑一。没有。好，那进入下一题。下一题的题目是运动。对，什么运动都可以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那就开始吧。从雅欣开始，3、2、1。跑步啊跑步，跑步啊跑步，打篮球啊打篮球。跑步啊跑步，打篮球啊打篮球，棒球啊棒球。跑步啊跑步，打篮球啊打篮球，棒球啊棒球，游泳啊游泳。跑步啊跑步，打篮球啊打篮球，棒球啊棒球，游泳啊游泳，羽球啊羽球。跑步啊跑步。我选丑一。记不太住。现在就是3个人丑一了，太棒了。OK， 那我们进入下一题。好，那现在3个人都记了一点，代表说这一次一定会有人淘汰。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。这一题的题目是在天上飞的东西。好，对，没有限定任何东西，就是在天上就 OK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
准备好了就3、2、1，开始。 5、6、7、8，小鸟啊小鸟，小鸟啊小鸟，流星啊流星。小鸟啊小鸟，流星啊流星，蚊子啊蚊子。小鸟啊小鸟，流星啊流星，蚊子啊蚊子，苍蝇啊苍蝇。小鸟啊小鸟，流星啊流星，蚊子啊蚊子，苍蝇啊苍蝇，飞机呀飞机。小鸟啊小鸟，小鸟什么？手一，拜拜，淘汰，下岗。好，那现在进入我们的最后 PK 战。对 ，OK。那我们最后 PK 战的规则呢，有稍微变更了一下。对，就是呢，清掉他们身上的祭典。那我们的题目是跟圣诞节有关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毕竟今天是圣诞特辑。好，那2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，由雅欣开始，来，3、2、1。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袜子，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袜子啊袜子，送礼物啊送礼物。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袜子啊袜子，送礼物啊送礼物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袜子啊袜子，送礼物啊送礼物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棒棒糖啊棒棒糖。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袜子啊袜子，送礼啊送礼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棒棒糖啊棒棒糖，拐杖糖啊拐杖糖，圣诞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，袜子啊袜子，送礼物啊送礼物，棒棒糖吗？拜拜，圣诞树。OK， 雅欣丑一。袜子太久好了。难哦，这个 OK， 会出框哎。会出框啊，跟我没拍到啊。好，接下来一样是圣诞节人事物。那雅欣已经丑一了，对。接下来呢，就看回圈会跟着一起丑一，还是雅欣会淘汰。OK， 那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。迷路啊迷路，迷路啊迷路，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老公公，迷路啊迷路，圣诞老公啊圣诞老公公，雪橇啊雪橇，迷路啊迷路，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老公公，雪橇啊雪橇，姜饼屋啊姜饼屋，迷路啊迷路，圣诞老公啊圣诞老公公，雪橇啊雪橇，姜饼屋啊姜饼屋，圣诞树啊圣诞树。迷路啊迷路，圣诞老公啊圣诞老公，姜饼屋啊姜饼屋。哦，雪橇现在是姜饼屋。哎呦，丑一喽！看来真的要最终 PK 战了。那我们2个人各记1次的丑一。那我们再进入下一题。那2个人都记了1点丑一，就代表着真的要进行最终决战了。这一次的题目呢，还是圣诞节，那就由逸轩开始。准备好了吗？逸轩？准备好了。OK 呀，那就3、2、1，开始。铃铛啊铃铛，铃铛啊铃铛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铃铛啊铃铛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雪橇啊雪橇，铃铛啊铃铛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雪橇啊雪橇，迷路啊迷路，铃铛啊铃铛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雪橇啊雪橇，迷路啊迷路，礼物啊礼物，铃铛啊铃铛，圣诞树啊圣诞树，雪橇啊雪橇。礼物啊礼物，我是不是有少啊？少了一个东西哦。对，雅欣淘汰下岗。那我们的冠军就是逸轩。OK， 今天的圣诞接龙大赛冠军。那请问你有什么要对观众说的吗？请问这什么意思？好，恭喜你！请问你有什么要对观众讲的吗？就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，然后希望借着这个影片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，然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